人做到嘅嘢，而家人工智能 AI 一樣做得到。每一次社會轉型，都會有好多人係失去佢原有嘅工作，佢係需要再去適應。AI 啦，即係同以往嘅科技出現一樣，其實都係整體係改善咗人們嘅生活啦，改善咗工作嘅效率啦、企業嘅效率啦，咁從而影響咗企業嘅整體盈利啦。因為佢間公司真係做得好大，咁佢亦都可以再請多啲人咯。咁其實以即係整個社會或者甚至整個世界嚟講，其實就係提升咗大家嘅生產總值咁樣啦。世界經濟論壇預計 AI 等等嘅新科技將會重塑未來嘅就業市場，去到2030年將會有9200萬個現有職位被淘汰。不過同時會有1億7000萬個新職位出現，相當於增加咗7800萬個職位。咁點樣幫到勞工轉型？周超龍認為需要政府介入。睇返以前嘅每一次社會轉型，都會有好多人係失去佢原有嘅工作，咁佢係需要再去適應返出嚟嘅時候，可能係有啲人真係適應唔到嘅。如果呢個情況係比較大規模嘅話咧，咁亦都可能真係會出現一啲社會問題。咁所以政府其實都需要即係密切留意呢啲情況啦，咁係幫助一啲真係轉型唔到嘅人啦。